我意識到發生喺我身上面嘅好人好事，我從來都冇認為咁樣係理所當然嘅。感恩係對別人道德人格特質嘅欣賞，就好似情緒一樣，有一份驚奇喜悅嘅感覺，對生命本身嘅感謝。感恩都可以分對非個人同埋非人類嘅來源，例如係上帝、大自然、動物等，但係唔可以對自己感恩啊。過馬路嘅時候，司機讓同學先過路，佢有冇向司機表達謝意呢？當身邊嘅朋友都追求最新嘅智能電話嘅時候，同學係咪為佢已經擁有嘅東西而感恩呢？佢係咪對家人喺家庭之中每一份付出都表達謝意啊？咁你就發現感恩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